树当打到结结，一碟金黄色的果子，遭到树发轻轻被丢到体内。当然12年到5年前，算计抬出，两时间咪系做结种嘅人，最摸黑的时间。全就都按呛啊哈，是的，要摸风头按做呛啊哈，这做到色没香啊，没办法酸到哈，没熟到，按扎结的哈，尽量托啊，用托啊风来哈，几只风头咧要做好最好，啊，就咱几只风头咧哈，来做结种哈是非常好嘅。算计单强系糖样嘅，就半日后烂水又滚。大部分人唔敢出家事，不过实系做结种，攞果子水嘅好颜料，果子系变染性，攞原料店用嚟做金桔柠檬水嘅染 Q 型金桔系冇扣肉嘅品种。而且在住挑选技术，除咗得只贵版啦，不过按好嘅修身，所以生意照顾人员长住位。柑橘类开发是种粗辣哈，算粗辣，蘸叶就开发咧。蘸叶是只做发线的处理。发现处理过后，开发过后，佢发起来，只就打指出来咧，只写在家，但是我照顾人嘢。按叫吼。嘿，我照顾人嘢，柑橘类自讲我照顾人嘢。贵人嘅金风，如果连公园出为道理，见到咪要管啲公园前，将人员附嘅结种都做出来。啲人肉系酸嘅，哈，以皮为辅，但是按做结种哈。我趁皮落去做，因为刚刚肉田一定要趁皮落去做。啊，这皮底基维他命 C、维他命 A 非常高，非常好。白米条，啊，個肉啊分開啦，肉白嘅啦，皮啊分開啦，呀，皮啊。皮浪都會分開做錯嘅。係啦，肉啊分開啦就做啦。啊，然後啦，多得拍拍係乜？係麼啊？該做乜？该会扶，该跳会扶。算计掠得饱满，我用手骨一张慢慢嘅剥皮。把有一小嘅白皮卷咯。像用手是用这么重多，一小50斤啊，还有一小嘅50斤。嘿。啊，我食到冇煮诶。还有5號咗哦。你8個小人咯。冇哟。菜鸟真係按貴些下，小當樣你勁急樣啊！呢度樣。老人家多啊，係外籍勞工啊，佢佢冇去上班，你就搬去做啊，被迫啊，你讓去輸轉來咁樣啦，搬到佢都有一點利潤，比到菜啦，你菜佢咪菜啦，錯冇？大家菜啦，你農民咪有好處啊，佢咪當歡喜啊，條下仔來啊。農莊度見到大體入水咧，算計就起來唔知會賣到哪去。來源兩公婆10年前就下阿爸嘅柑桔染過後，出3萬啱發各種算計產品，為了附近嘅見到賣算計，從頭喺個大街上去。對，倒進去穿燙。我嘅水會燒。剛開始不會。如何選買？剛開始就。對啊。哎。我沒有用到。剛開始沒有燙，不會燙到。薄荷嘅算計皮浪肉而崩潰處理。煮過呀，按煮好哈，按皮就會落，不落就按照去洗過，比一糊皮為糊嘛，一糊嘅味道比出來哈，按當然比浸水啊。浸水最少浸2日，啊，浸2日後，早先那個阿母條全部換水，啊，浸2日過後，等到肉啦，到皮全愛。不能太快，它就沒有辦法把那個皮分開來，因為這都設計好的。佢把瑞維算計生產態度。圈鉗做嘅客人，注重算計做出內邊嘅結種，12月時節就意思個
十碼出嚟頭零落雪。一下嚟源流係研發出結美水、結餅、上機高種兩種產品，為上機簽到喺亞度嘅附加價值。那地被煮嘅哈，按照紫米汁，用酸機去做啊，原料係酸機啊。一煮幾加湯加芒啊去煮啊，煮好時間，俺就嘛用，來泡茶啊，比如講泡燒咪就得，泡冷咪就得。原先安尼做幾種嘅世界啦吼。安尼就是說研發嘅幾個果醬，幾個果醬賣出去也是，大家就出到當好食、當香。啊，佢講，嗰果醬嘅生意咧嚇冇會食啦，幾個果醬生意嚇冇會食。啊，冇做一隻巧克力嘅好來啦吼。啊，田園就家就個研發嘅巧克力，到幾個啊合作下，下邊下嗰種味道有一點當特別，有個巧克力嘅香味，又有幾個嘅酸味啊樣啦。古道傳統融合創意，唔但將產品多種化，包裝未當中心。你就想講發明嘅新嘅包裝啊，係裝習慣呢，習慣呢就針對小家庭用啊。傳統嘅包裝還是一般就本應國貨用嘅吼，啊餐廳啊呀一般嗰種嘅農會啦、嗰種嘅超商啦、超市啦，啷來割啦，啷來割啦吼。啊，嗰種誒新的包裝就是我有上次回去還比較高級的百貨公司啦，記住較這樣的包裝，所以我又推出新的包裝。一下看起來從現到當選時，不過來源流兩公婆就開始對中間個做結帳完全都唔曉得，因為阿爸查復過後，就只兩行透露嘅記錄，就開始冇人知道記錄嘅成果。失敗是10個敗啦，啊，真多啦。但是失敗是有得人家作弊，啊，作弊以後，經過幾年時間就做出來啦。哦，做了講本人笑講，哎呦。係，他開始做時間哈，人講，你要做結帳啊哈，你要做成功哦，冇成功哈，你要變笑，報名上就好啦。做落去啊，咁唔將嚟，好啦，就做俾成功啦。所以提出嘅20張嘢，等於早上5點出嚟紅草，做到晏晡時頭10點才做得歇困。雖然辛苦，不過來源流堅持做出好品質來回饋人客，另外半日咋順添嘅好滋味，推推相傳。